有一段時間冇見啦，咁咧點知一翻嚟咧，今次我又開咗個有啲大嘅題目咁樣啦，咁所以呢一集咧就會有好多內容嘅，同時咧仲要分埋下一集添，咁即係話咧今日嘅主題咧會分成2集。咁內容好多啦，咁所以如果你覺得聽落有太多概念，你跟得有啲辛苦難掌握嘅話咧，你都記得可以去睇翻文字版咧，咁去逐個重點可以去睇得翻咁樣，咁就唔使太擔心嘅。Hi， 我係你嘅療癒系同伴 Shaya， 歡迎你收聽 Life Storying 微步調生活靈感。喺週五晚上7點同你分享新靈感，喺週末陪你由內心出發，將小改變累積成大成長。邀請你加入我哋，一齊令到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擁有真正快樂嘅能力。而家就訂閱節目啦，咁先唔會錯過新嘅內容。今日咧，我哋一樣有10秒鐘陪陪自己嘅時間。喺等陣嘅呢個安靜嘅時間裏面咧，邀請你咧先諗一諗一件你可能正喺度迴避接受嘅事情，可能係某個已經發生咗嘅，或者正在發生嘅現實，可能係你嘅一啲限制，你嘅感受，或者係一啲身邊嘅人令到你唔舒服嘅一啲感覺等等。10、9、8、2、1、0，邀請你帶住呢一件你諗起嘅迴避緊接受嘅事情，跟住聽我哋今日嘅內容。今次呢，我哋要深入探討嘅主題係接納。咁呢一個嘅主題嘅層次好闊好闊，咁所以分成2集嚟分享啦。咁但係咧呢個大主題咧，我一直會重複咁樣去用到4組會互相對照嘅一啲關鍵字嘅。咁我等陣咧會即係先講一次俾你聽啦，咁你就可以帶住呢一啲嘅概念，咁你可以作為你聽節目嘅時候嘅心靈地圖。呢4組關鍵字咧，分別係接納與迴避、積極與消極、現實與幻象，同埋自主與制約。好，咁我哋咧而家就開始呢個主題啦。接納，有好多人咧聽到接納咧就會有一種好似有啲消極嘅感覺，聽落好似係咩都唔好做，好被動咁等待，就算係被命運打壓都唔反抗。但係咧，我想講嘅係接納，其實係我哋可以積極回應人生嘅重要前提。今日嘅內容咧會分成以下幾個部分嘅，咁你先掌握下個結構先，等陣會跟得舒服一啲。首先就係我哋咧會先打破迷思，分辨乜嘢係真正嘅積極性，有乜嘢係假積極真逃避嘅表現，同埋接納點解係屬於積極嘅取態嘅前提。跟住咧，我哋就會進入到內在世界嘅機制啦，去睇清楚積極同埋接納喺我哋嘅內心世界裏面，其實具體係點樣運作嘅咧？咁樣可以幫你咧去掌握一啲嘅思考框架，去調節你回應現實嘅態度。最後啦，我會分享到，我認為人類嘅社會發展過程係點樣洗腦我哋，塑造咗我哋嘅消極性嘅。等我哋睇穿咗呢啲洗腦式嘅價值觀嘅壓榨之後咧，我哋可以咧由呢啲被動同埋唔健康嘅信念裏面咧去清醒過嚟。好，我哋而家咧先講下點樣去分辨積極性同消極性先。我先講下2種消極面對人生嘅態度。其中一種咧，好明顯我哋一定認得出嘅，就係咧呢個人咧完全唔去睇佢眼前發生緊嘅事情啦，唔去睇佢內在嘅痛苦、掙扎同埋課題嘅呼喚。佢可能咧會選擇用一啲沉迷享樂，或者係用一啲忙碌，
唔同嘅一啲分心嘅焦點呢，嚟到去逃避佢嘅外在同內在現實。呢個時候可能係因為面對世界又好無力，面對自己內心嘅痛苦又太難受，於是呢就只可以係咁去逃避咯，逃入去呢一種對內同對外都失去聯繫嘅狀態裏面，咩都唔睇、唔諗、唔感受，只係沉迷於當下一啲感官嘅快感裏面。當有人呢喺呢個狀態裏面呢，其實我哋好容易就會認得出呢個呢係佢對人生嘅消極態度嚟嘅。另一種嘅消極面對人生嘅態度呢，就難認啲啦，因為呢佢表面睇落呢，佢係極端積極嘅，但係實質係消極嘅。係咩情況呢？就係呢，當遇到一啲唔如意嘅外在事件，或者係一啲內在唔舒服嘅情緒嘅時候，呢個人就全力以赴咁想去即刻消滅佢、解決佢，一刻都唔願意容忍呢一種唔如意、唔舒服嘅感覺。呢一種積極去消滅痛苦嘅做法，本質上其實都係一種逃避，因為唔願意去睇見情緒嘅訊息，唔願意去等佢發揮功能。其實呢一種態度同時都反映出我哋可能係唔接受自己能力有限，唔接受人生呢大多數事情不可控，同埋亦都唔接受好多嘅問題係冇得即刻去揾到解答嘅。咁呢一種積極去應對、積極去解決嘅取態，如果係面對一啲我採取咗行動就可以搞得掂嘅嘢，咁梗係冇問題啦。但係咧會出問題咧，就係當你將呢一種態度放喺一啲明明係不可控，或者係一定要翻去本質去解決問題嘅事情上面。例如咧，以下3個情景。第一個就係咧，一個人好焦慮喺佢嘅人生嘅工作規劃上面，於是咧佢不停咁抄好多嘅資料啦，換好多份工啦，或者係轉唔同嘅投資方式啦。佢試圖用不斷去動作嚟到去製造嗰種佢對前路嘅控制感，但係其實前路從來都唔由我哋控制。第二個就係咧，當見到好親近嘅人咧，話呢排好低落、意志消沉喎，咁因為忍受唔到咧見到對方痛苦，於是咧忍唔住係咁俾建議、講道理，逼對方要快啲振作翻。咁但係事實係對方嘅情緒都有自己嘅節奏噶嘛，佢都有佢自己嘅權利同責任噶嘛。第3種就係當事情嘅結果不似預期嘅時候，呢個人呢即刻就會揾好多嘅理由去合理化呢種失敗，話係邊個嘅錯啊，或者係自己唔好彩啊等等。其實係為咗要快速咁去解決內心嘅羞恥感。咁但係其實人本來就係會犯錯，會有限制噶啦。啱啱講嘅呢3個例子，當事人呢，你都會發現佢好似表現得非常之積極，能量好高嘅。但係聽聽下，你可能都會覺得有種好矛盾嘅感覺，就係佢哋係用盡全力啊，但係其實佢只係用盡全力喺度迴避緊現實，橫衝直撞，而唔係咧將佢嘅心神花喺解決現實嘅問題嘅根本。啱啱討論咗消極性啦，而家講下對人生嘅積極性。其實你聽到呢一度應該已經知道啦，人生嘅積極性咧，從來都唔係取決於你行動嘅動或者靜嘅，其實係取決於你面對真相嘅積極性。消極係活喺幻象裏面，寧願自我欺騙，維護幻象。積極咧就係勇於面對人生嘅真相，進而可以有意識同自主咁作出回應。好啦，翻返去啱啱嗰3個例子，如果係積極去面對嘅時候咧，會有啲咩唔同嘅咧？第一個，面對緊生涯嘅迷惘嘅時候，佢需要嘅可能係去接納自己嘅焦慮，先停低落嚟，盤點下自己嘅優勢同埋不足之處，釐清咗自己適合嘅大方向，
再去開始咧尋找機會，而唔係好似之前咁盲頭烏蠅，見到乜嘢都衝出去。第二個例子，當我哋見到所愛嘅人陷入情緒痛苦嘅時候，作為陪伴者，需要嘅其實係先去誠實接納我哋自己嗰種幫唔到忙嘅無力感。我哋停低落嚟，容許對方去感受同埋表達佢真實嘅痛苦。呢啲時候，我哋先至反而可以俾到對方最安全嘅理解同陪伴。第三個例子，當我哋面對一啲目標失敗嘅時候，可能需要先停留喺嗰一個羞恥感裏面。係啊，呢種感覺好唔舒服㗎，但係先停喺呢一度。我哋咧開始嘗試去接納自己係不完美嘅，會犯錯嘅，先至有可能睇得清楚其實自己有邊啲具體可以改進嘅地方，亦都可以更加理性咁釐清邊一啲嘅責任其實應該歸因於外在，有邊啲又應該歸因係自己嘅責任度。其實呢三個例子咧，你聽到咧就係都係先去停低落嚟，並且去接納現況、痛苦同限制。呢一種停低落嚟嘅狀態咧，看似好靜態啊，但係其實喺內心咧係好勇敢同積極咁面對緊人生噶。所以積極性咧唔取決於表面睇落動態或者靜態。如果我哋用有意識冇意識呢一樣嘢，或者係自主同制約呢樣嘢去睇嘅話，我哋會見到面對人生嘅消極性嘅定義就係無意識咁去向自動化嘅反應投降，任由幻象拖住你走。相反，面對人生嘅積極性嘅定義係從幻象裏面取回意識，按照真相作出自主性嘅回應。我所講嘅接納真相呢，並唔只係講緊外在世界發生啲咩事，或者咧我哋咧同身邊嘅人嘅互動嘅實況，其實咧都包括緊一啲我哋眼睇唔到嘅，就係我哋內在咧正喺度產生緊嘅情緒反應同念頭。另外再闊啲啦，人生層面嘅真相啦，就係包含咗人生嘅不可控啦，人類自身嘅有限啦，生老病死呢啲自然嘅人生節律等等。好啦，而家我哋咧嚟補充一個另外一對成對嘅一個概念啦，咁就係關於理智同唔理智嘅。我認為一切迴避現實嘅行為，無論佢嘅表現睇落有幾咁理智或者理性，其實佢嘅本質都係非理性嘅。好啦，我哋用啱啱嘅例子嚟講啦。第一個例子，當事人佢看似好積極咁去搜羅緊工作機會，佢可能都可以好理性咁樣去話俾你聽，嗱，而家嘅產業現況係點啦，唔同公司嘅業務分析係點啦。佢呢啲嘅行為實質內裏係俾佢嘅焦慮感所驅動嘅。第二個例子，當事人想去解決親近嘅人嘅某啲情緒，佢看似不斷咁俾一啲好理性嘅分析啊、建議啊，但係佢理性嘅姿態之下，就係一啲擔心同埋無力感嘅驅動。所以咧，表面上理性嘅姿態同面具，同實質上佢係唔係理性咧，係零關係嘅。咁到底乜嘢係真正嘅理性咧？以下咧，我就會同你分享理性回應佢兩大層面嘅本質啦。一個就係唔係全面如實咁去接納。第二就係回應與反應。我哋先去講第一個。我嘅睇法係，理性等於做到全面如實嘅接納，任何嘅忽視同扭曲都屬於非理性。好啦，我諗咧，你應該都唔會反對，就係一個理性嘅判斷咧，應該係不帶扭曲，好客觀咁睇清楚所有需要被考慮嘅因素、限制、
資源同埋目的，然後再去作出相應嘅回應。但係咧，好多人以為嘅客觀理性咧，就只係就事論事，但係咧，其實冇同時就人論人，冇將人同埋感性嘅因素放入考量，於是佢做出嚟嘅決定看似好有道理，看似咧符合晒呢個好壞對錯嘅原則，但係就會犧牲咗一啲關係嘅質素啦，忽略咗其他人或者自己感性層面上嘅需求。如果我哋再深啲去拆解呢一類人嘅心態，你就會發現，其實佢哋咁樣捉住嗰啲所謂理智嘅層面，係因為咁樣嘅思考模式對佢哋嚟講實在啲啦，擅長啲啦，至少有個框架可以去跟啦，亦都更加有安全感。另一方面嚟講，可能其實就係覺得感受同人情呢啲嘢咁虛無縹緲咁麻煩，於是咧就下意識去逃避呢一個部分啦。亦都即係話，表面上好理性嘅姿態，佢心裏面咧其實喺度選擇性逃避，咁又點可以叫做係客觀咁睇清一切呢？心理治療師 Satir 佢提出咗人咧有唔同嘅溝通姿態嘅，佢指出人咧要喺真正有意識咁去回應同溝通，其實係需要同時兼顧以下3方面： 1. 情景， 2. 他人， 3. 自己。我重複多一次：情景、他人同埋自己。喺呢度，任何一方面或以上嘅忽略同扭曲，都只係屬於非理性、無意識、內外不一致嘅自動化反應。Satir 認為，要同世界同埋他人自由流動咁去互動呢，我哋就係要從被制約嘅自動化反應 reaction 去跳出嚟，走向自主嘅回應 response。雖然Satir佢嘅溝通姿態嘅理論呢，主要係應用於同人互動嘅過程，但係我認為借鏡攞嚟咧去檢視下我哋自己嘅思考過程夠唔夠全面呢？係唔係有意識咁去接納同看見呢？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參考框架嚟㗎。而家我哋知道啦，原來咧無論邊一方面嘅忽略或者係唔如實，都屬於非理性嘅應對。咁我哋咧嚟緊做決定之前呢，就可以將呢3個方面攞出嚟去幫自己檢視下以下嘅呢幾個問題。第一，我係咪已經喺情景、他人、自己各方面都已經 cover 到呢？第二，如果真係 cover 咗啦，咁我係咪每一個方面都係用唔扭曲、冇濾鏡咁樣去如實看見呢？第三，假如我發現自己係有忽略或者有扭曲嘅，咁其實我就要諗下啦，我係下意識回避緊邊一啲事實呢？又或者係我帶咗邊一啲主觀嘅假設，以至於我喺如實去看見嗰啲嘢嘅本相之前，已經作出咗一啲批判同拒絕呢？以上呢3個問題，希望咧可以幫到你咧去做決定，留意到自己到底係做緊反應定係回應。聽咗咁耐，你可能就會諗，好似有啲奇怪。嗱，關於人咧情緒同感受呢啲咁主觀嘅嘢，點樣納入理智考慮啊？其實呢個意思就係，我哋就算唔認同對方情緒背後嘅觀點，或者係我哋自己咧都唔係好中意自己某啲嘅情緒，但係我哋仍然去接納他人或者自己呢一刻產生咗嘅情緒現象。我哋講個事例，希望你聽得清楚啲。譬如啦，你嘅伴侶因為你今日臨時要 OT，於是咧本來話一齊食晚餐，點知你又返唔到嚟一齊食，於是佢就對你發脾氣啦。呢個時候咧，如果你可以做到有意識去睇見所有嘅嘢嘅話，就會發生以下嘅事情嘅。呢個時候，你如實咁看見自己，並唔認同伴侶因為失望就鬧你嘅呢個行為。
你亦都如實去看見自己產生咗好委屈同埋嬲嘅情緒現象。再進一步，如實看見自己希望被理解嘅渴望。好啦，呢度以上咧就係自己嘅層面啦。好啦，而家嚟到他人咯。喺度咧，你如實咁睇到伴侶佢呢一刻失望同埋嬲嘅情緒表現，同埋佢更底層其實係好重視你哋相處時間嘅嗰份愛意同埋渴望。而家考慮到情景啦。事實上就係你嘅 OT 你都好無奈噶嘛，咁而錯過咗呢一餐晚餐亦都係事實，我哋冇人可以去逆轉呢個已經發生咗嘅事情。考慮晒各方面之後咧，你就唔再咧只係會諗住同呢個伴侶咧去爭拗，你點可以鬧我噶咁樣樣，咁就可以避免咧反應式咁樣捲入一個爭吵裏面啦。你可以有意識去做出以下嘅呢一段表達，就係我可以明白你其實真係好重視我哋嘅相處，你先至會咁失望。我好希望你明白咧，我 OT 咧都唔係我可以控制，我都好無奈，我都好辛苦噶。對於你用指責嘅態度嚟表達咧，我其實覺得好委屈同埋嬲。我會希望下次你可以溫和咁去表達你嘅失望，咁我會更加理解你有幾咁愛我。不如我哋約今個禮拜日出去食飯，出去散步，好冇？以上呢咁樣嘅回應呢，既係去承認同接納咗情景嘅限制，亦都冇否認到任何一方嘅情緒同需求。情緒本身唔係現實，但係情緒嘅發生係現實。我哋攞個具體啲嘅情緒嚟講，譬如嬲呢個情緒啦，嬲並唔代表現實就係對方是錯的，但係個現實係嬲呢一個嘅情緒發生咗啦。好，咁咧，以上我哋應該已經搞清楚接納全盤現實之後嘅回應到底係咩意思啦。咁而家嚟緊下一個部分呢，我哋就會嚟拆解點樣用腦神經科學去理解理性嘅回應同埋非理性自動化反應嘅現象。咁當人類咧面對威脅嘅時候，杏仁核呢一個嘅警報器就會即刻被啟動，佢就響 alarm 啦。於是人咧就會即刻跳入去一啲慣性嘅生存模式裏面。無論呢個威脅係講緊面對外在嘅人同事啊，定係內在你自己嘅某啲即係內心嘅歷程。內在嘅威脅咧，包括緊你一啲唔舒服嘅情緒啦，或者你唔想去承認嘅念頭等等。咁呢一啲嘅自動化嘅生存反應其實係好有幫助嘅。譬如啦，我哋而家真係現實裏面對緊有一架衝緊過嚟嘅車禍，咁於是大腦咧就自動咁控制我哋嘅身體咧去逃跑啦。咁呢個係好有效嘅救命策略嚟嘅。咁但係人咧，點解成日都會被呢啲自動化嘅生存反應困擾呢？麻煩嘅就係我哋人咧係會連我哋想象出嚟嘅威脅都當真嘅，偏偏人咧又好有想象力㗎喎。咁然後當我哋想象咗一個唔係真嘅威脅出嚟嘅時候咧，下一步啦又會好想瘋狂咁消滅呢一啲嘅威脅。呢一種嘅現象咧就有啲似我哋啱啱所講過嗰種急住好想去解決問題嘅取態。我哋好快就跳入去咧嗰一啲嘅生存反應，但係唔記得咗我哋咧可以先停低落嚟望下，等先，呢啲威脅係唔係真㗎？嗰個狀態就會有啲似有隻倉鼠啦，喺嗰個轆嗰度咧，哇，係咁搏命咁跑啊跑，但係其實跑嚟跑去都係原地踏步，根本就冇去解決問題。倉鼠唔記得咗，其實自己需要先停低落嚟，然後發現，咦，我原來向側邊踩一步，我就可以離開呢個轆㗎咯。通常呢，我哋啲會重複又重複嘅非理性自動化反應呢，都可能係一啲我哋長期以嚟因為一啲課題而養成嘅習慣。譬如
可能你每當被批評嘅時候，你嘅杏仁核咧就會感受到自我價值受威脅啦。你嘅內心開始去建構一啲幻想咯，譬如係毫無根據咁想象，哇，對方係咪唔係只係評價緊我嘅表現啊？佢係咪其實批判緊我成個人唔好啊？甚至乎你再進一步去想象緊，對方會唔會已經喺度打算拋棄我呢？呢件事其實最簡單嘅本質，只係互相討論緊，希望你改善嘅地方有邊度。但係咧，竟然就因為一啲心裏面嘅幻想咧，上升為一啲自我價值嘅危機，然後我哋嘅行為亦都可能跟住過度反應，開始反向咧去攻擊對方嘅觀點。其實當我哋冇意識到自己正喺個碌度盲目咁去跑緊，或者我哋拒絕去睇到某啲嘅現實嘅時候，就會只可以被困喺呢一個嘅制約裏面。咁到底我哋應該點樣由呢啲大腦作嘅故仔度跳翻出嚟呢？呢個時候呢，我哋需要嘅就係去重新啟動前額葉呢一個理智中心嘅活動，然後咧等我哋呢個過熱嘅杏仁核咧可以慢慢冷卻翻落嚟。實際點做好呢？呢個時候我哋啱啱講嘅嗰個 Satir 嘅思考框架咧就可以攞出嚟借用啦。當我哋意識到自己咧正喺個非理性模式裏面嘅時候，我哋咧就知道，等先，我而家睇嘢好似歪咗喎。咁我哋咧就可以咧提醒自己啦，我哋要由呢個內在小劇場嘅演員切換成一個觀眾嘅角色，去觀察到底呢套戲點演嘅咧。呢個時候咧，我哋就可以攞 Satir 舉個框架出嚟啦。我哋如實去觀察下客觀嘅情景發生咗咩事啊？人際互動裏面發生咩事啊？對方嘅表達係啲乜嘢？自己嘅感受同念頭發生咗乜嘢呢？其實咧，單單係做緊呢個觀察嘅過程，你嘅前額葉咧就會越嚟越活躍，即係你會越嚟越理性。然後咧，我哋嘅杏仁核咧亦都會越嚟越回歸平靜啦。我哋咁樣跳出嚟，並唔係要去擺脫我哋嘅情緒，更加唔係去否認同拒絕自己嘅情緒。記唔記得啱啱嗰隻倉鼠咧？如實去觀察咧，其實反而係好似接納緊啊！我啱啱又陷入咗呢一種咧喺佢碌裏面跑圈嘅自動化想象啦。我哋呢一刻容許自己企定喺呢個痛苦嘅碌嗰度，唔好急住解決，唔好急住跑。然後咧，我哋先反而可以揾到對策去幫助咁樣嘅自己。當我哋可以由痛苦嘅受困者切換成主動嘅觀察者角色，我哋就可以睇到現實同埋校正我哋嘅幻象，脫離嗰個制約循環，最後咧可以做出自主同有意識嘅回應。下一集咧，我會更加詳細去解釋人點解成日都咁容易陷入嗰啲自動化想象嘅咧？長遠嚟講，我哋又可以點樣改寫呢啲僵化同痛苦嘅迴圈呢？好，喺今日咧最後嘅一部分咧，我想開一個小分題。呢個咧都係我覺得我想去將呢一個關於接納啦、關於積極性嘅層次咧拉到去社會嘅層面嘅一個部分嚟嘅。咁咧，啱啱咧，我哋有講到人有兩種消極取態啊嘛，一種咧就係蒙住眼逃避晒內在同外在現實，第二種嘅逃避方式咧就係急住解決咗啲唔舒服嘅嘢或者唔如意嘅嘢就得啦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咧，其實第二種呢一種即係急住解決問題嘅取態咧，對現代人嚟講係更加危險嘅，因為佢咧更加難被覺察，更加難被擺脫。咁點解咧？係因為啱啱講嘅第一種嗰啲好明顯係逃避現實嘅行為，譬如沉迷於享樂啊，逃避完成責任啊，自己閂埋門唔肯出門口啊，呢啲咧其實本身都係不被社會所鼓勵嘅。當你咁樣耐咗啦，一定會有身邊嘅人提你，喂，你係咪係時候改變要喐啦？咁樣，就算其他人唔提你啊，其實你心裏面咧都可能會慢慢開始一啲自我監督嘅反應，同你講，
我咁樣係咪唔係好得呢？好啦，我係時候要振作要改變啦咁樣。好啦，咁第二種嗰種看似好積極解決問題嘅取態呢，點解會咁難去應對呢？係因為呢一種取態本身就係現代嘅社會高度推崇嘅價值觀，包括咗要努力、要高效、要有產出、要快、要控制、要有用、要做個有能力嘅人。通常如果你採取呢種嘅生活方式呢，周圍嘅人都唔會批判你嘅，因為呢一啲行為都係好有利於社會同有利於其他人嘅。你不單止唔會被其他人提醒，甚至你仲會收到好多嘅鼓勵啊 positive feedback 啊，去驗證俾你聽就係，哇，你咁樣生活係啱嘅，係有效嘅，係好好嘅咁樣。甚至乎久而久之，你可能引以為傲，覺得哇，我真係一個好好嘅人啦，我咁樣生活真係好積極啦咁樣。通常只有去到你自己某一日突然之間發現，等陣先，點解我好似活喺一啲痛苦同空虛裏面嘅呢？喺呢個時候你先至有機會醒覺，開始反思，好似有啲唔對路咯咁樣。好啦，咁但係當你真係開始想去改變嘅時候呢，呢個時候你就會遇到另一重嘅障礙啦。咁就係好，我不如試下去過翻啲慢翻落嚟嘅生活，唔好咁用力啊咁樣。但係呢個時候呢，就有其他嘅問題出現。你開始會諗，咦，咁我嘅工作表現，我嘅工作積極性喺其他人眼中睇會唔會差咗㗎？又或者係我呢個本來好引以為傲，甚至乎賴以為生嘅能幹同高效嘅招牌，如果拆咗，我喺個社會度仲生唔生存到嘅呢？其實呢一啲都會係你喺改變過程裏面會遇到嘅風險同代價，所以並唔係你一諗到我知道點樣嘅生活態度係我所追求嘅，我就可以改變得到做得到。因為呢一個改變本身都需要你付出好多好多嘅勇氣。如果想知道點解呢個社會會咁鼓勵呢啲積極解決文化嘅取態，又係點樣養成咗我哋人類唔願意接納嘅呢種性情呢？就要去講到人類文化發展創造出嚟嘅人類大騙局。我哋每一個人都活喺呢一場嘅騙局裏面，而且我哋可能自己都咁樣去呃緊自己。呢場騙局嘅始作俑者有兩個，就係工業革命同埋資本主義。喺工業革命之前，人類嘅生產力主要係依靠人力啦，產能有限，資源有限，當時又唔靠機器生產嘅，所以一張台、一對鞋都有佢嘅手工嘅價值。當時因為資源得來不易啊嘛，咁人類對於物品嘅預設就係我要好好去愛惜使用，壞咗整返佢咯。嗰陣時人類仲未發明出一啲好發達嘅食材保存技術，所以嗰陣時就算係過度生產一啲嘅農作物或者食物，其實都盞係會壞嘅啫。所以當時嘅人並唔會追求產出越多越好。到工業革命發生啦，機械生產技術嘅加入，讓到我哋人類越嚟越相信人類係有能力去主宰地球資源嘅。人類靠技術打破咗好多產能、儲存方式同埋時間嘅限制，慢慢覺得自己好似打破咗自然規則，變成咗主宰地球嘅神話同霸主。人類想達到咩目的，都開始相信我一定可以靠技術去解決嘅，於是形成咗一種全能感，亦都係我哋某一個部分嘅價值觀，就係我想做到，我就一定有方法做到，亦都加強咗我哋前面所講嗰種要急住解決問題嘅取態。我哋變得唔願意接納人類嘅限制，人類越嚟越相信同渴望要控制事情如自己所願。機器嘅發明讓到產能大幅提升，產品嘅種類嘅選擇
都比以前多咗千倍萬倍。以前本來咧做緊家庭小生意嘅人，而家無論男嘅女嘅，全部都入晒工廠做嘢啦，多勞多得。只要你願意付出勞力去賺錢，你就有錢去消費，去買呢啲工廠製造出嚟嘅產品。我工作就有錢消費，我想消費我就有千萬種嘅選擇，我消費我就可以即刻得到我中意嘅嘢。呢個咧亦都養成咗人類心目中嗰種我要乜就可以好輕易即刻攞到嘅感覺。人變得越嚟越冇耐性去等待，或者落手自己去完成一啲需要時間嘅嘢。壞咗咪換咗佢咯，甚至乎冇壞我都可以俾錢換新喎。呢一種嘅快速消費文化，由工業革命發展到而家，只有越演越烈。而家呢一種快速消費文化已經變成咗全球嘅主流現象啦。邊個仲會停低用時間去思考同埋落手諗，到底點樣去整好呢張壞咗嘅凳呢？面對我哋自己嘅內心都一樣，我哋開始失去咗去思考點樣去修復同照顧內心嘅耐性，總係妄想住一定有 quick fix 㗎。我哋冇辦法接納同容忍唔舒服嘅感覺。但係好可惜，我哋人唔可以好似機械人咁樣話換零件就換咗佢。其實我哋對自己嘅照顧偏偏就係嗰種需要時間慢慢去修復嘅嗰一個咁樣嘅精神。工業革命咧催化咗社會結構嘅改變。本來人民可能係一個個細嘅生產單位啦，最多可能係以家庭啦咁樣為單位啦。後來咧變成咗由少數嘅資本家去管理住極大量嘅人力資源。咁多人點管啊？要易於管理，最有效嘅方法就係讓員工去相信係我自己自主選擇呢種生活嘅。咁咧洗腦嘅方法有兩種，一就係咧製造出大量甚至乎過多人類唔需要嘅產品，但係透過行銷讓人去相信我好想要呢啲嘢。哇！我如果人有我冇，我唔買，我咪落後於人咯。咁樣呢種嘅消費嘅心態咧，令到員工前腳咧仲喺工廠度做緊嘢，賺到嘅錢一叉出個工廠門口之後，又心甘命抵咁樣捧住啲錢交翻俾資本家嘅手裏面啦。第二個洗腦方式就係咧透過文化去鼓吹努力、能幹、生產力同埋行動力嘅價值。相反，一啲慢生活物欲低嘅人反而會被攻擊為嗰啲不求上進、懶、嘥時間、冇鬼用嘅罪人。於是啦，啲員工就乖乖咁樣咧去為呢啲資本家勞動啦。其實甚至乎後來資本家都唔使繼續洗腦添啦，因為養成咗個文化就係一有人慢落嚟，其他人就會自動咧去抨擊、鄙視呢啲嘅人，督促佢哋行快啲、努力啲。甚至乎其他人唔出聲都好啦。當呢一啲嘅價值觀深深內化成我哋內在嘅焦慮、自責同埋自我監控嘅時候，唔使其他人講，我哋自己就會鞭打自己噶啦。以上呢啲難以接納限制同現實，急於解決問題嘅預設迴路，刻入咗我哋嘅 DNA。其實當你明白咗社會嘅主流預設竟然唔係服務緊人類嘅健康，而係用嚟服務少數人嘅利益，你發現呢一個係一場騙局嘅時候，我希望你可以更加多諗起你其實有其他自主嘅選擇。我哋需要活喺呢個世界嘅規則裏面，但係唔代表我哋要完完全全去信服呢一啲嘅價值觀。當我哋開始願意去面對內在同外在嘅現實多啲，你就可以更加多嘅去練習接納嘅態度，並且明白慢落嚟去接納、去看清，其實並唔係有罪同有害嘅做法，反而係我哋喺呢個社會裏面清醒咁生存嘅關鍵。
好啦，我哋今集呢已經先了解咗接納內在同外在現實嘅重要性。下一集我哋呢會更加深入去探討接納呢一樣嘢嘅本質同埋心法，知道我哋點樣向更加積極自主嘅心態去練習。你會由腦神經科學同埋心理活動嘅層面去了解到點樣由內在嘅迴圈同埋社會價值觀裏面跳翻出嚟，重新掌握自由，讓我哋由一個個 program 被 set 好嘅 NPC 變翻一個活生生嘅有意識嘅自由人。我哋今集嘅微步調任務有2個嘅，你可以聽晒，睇下對邊個有興趣，揀一個嚟做，或者你2個都中意嘅，咁你都可以試嘅。第一個就係諗下你而家嘅生活裏面，你喺邊方面用緊嗰種好急住要解決問題，同埋急住跳脫痛苦嘅嗰種假積極態度去面對緊呢？如果要去接納嘅時候，我哋借用 Satir 提出嘅嗰3個層面思考，你會發現你喺呢件事上面，你其實需要去誠實面對嘅係邊啲嘢呢？第二，你發現邊啲你嘅信念其實從來都唔係真係來自於你自己，而係被洗腦翻嚟嘅呢？如果想清楚咁重溫我哋今日嘅內容你可以去睇文字稿，文字稿放喺 lifestorying.co/ 積極接納。如果你覺得呢一集其實都值得俾更加多人去聽到同思考嘅話，記住要分享俾你諗起嘅朋友，一齊令到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擁有真正快樂嘅能力。記住咁訂閱節目，幫我哋打星評分同埋留言，等更加多人可以聽到呢個節目。仲有邀請你訂閱靈感電子週報，無論我嘅 podcast 或者係 Facebook IG 有冇 update 都好啦，我每個禮拜日都係一定有一封嘅電郵send 俾你，同你分享一啲我當時嘅一啲生活體會同啟發嘅。如果你想支持我持續同你分享靈感嘅話，你都可以贊助我，或者去到療心成長旅行社裏面睇下有邊啲嘅服務可以啟發或者療癒你啦。啱啱講嘅所有嘅 link 都可以喺 info box 裏面揾到。咁我哋下次見啦，Happy Life Storying，拜拜。